好像书第4章，以色列人就听上主的话，上主要控告这块地的子民，因为因无诚实、无认主、无人真正捌上帝，但大的懒散咒詛、背约、凶杀、偷窃、奸淫、强暴，继续替人浪费。因为安尼，这个地会打去，所有住伫遮的，连田野的树、空中的鸟，拢会消灭；海里的鱼嘛会无去。毋通互相控告，毋通彼此指责。我责备的是恁这会做祭司的，日是恁会跋倒，暝是先知嘛会甲恁相款跋倒。我要消灭恁的人民，我的子民因为无知灭亡。恁毋承认我嘛毋承认恁做祭司。既然恁弃杀恁的上帝的律法，我嘛一定要弃杀恁的子孙。恁祭司的人数愈多，愈得罪我，所以我要互恁的尊荣变做减少。恁爱我的子民犯较多的罪，通得到较多赎罪的祭物。今年恁祭司为甲人民相款受刑罚，我要照恁的所做办恁，照恁的行为报应恁。恁食袂饱，惊淫生产嘛袂增加，因为恁弃杀上主，去缀别个神明，酒甲新酒为互人失去良知。我的子民去问插头。抽签卜卦求指示，淫乱的神带因离开正路，因惊因背叛因的上帝。因伫山顶献祭，伫山峦仔烧香，伫遐有上树、杨树、上节树、凉爽的饮用。因为安尼，恁的查某囝淫乱，恁的新妇犯奸淫。虽然恁的查某囝淫乱，恁的新妇犯奸淫，我袂甲因刑罚，因为恁这个查某人去甲娼妓另外大，甲寺庙的妓女斗阵献祭，这款无知的人民一定灭亡。虽然以色列淫乱，毋过犹太毋通犯罪，毋通去结甲，毋通上去别阿文，毋通记永远的上主咒詛。以色列固执，亲像泥片的牛母，上主讲话有饲因，亲像伫开阔的所在有饲羊。既然以法莲甲偶像结连，出在因去，因啉甲醉茫茫，阁继续行淫，因爱见笑，无爱用有。风袂用势，甲因降去，因献互偶像的祭司，为互因至高见笑。